台中雾峰五福社区后溪底这个福州树的附近，大约20公顷的农地，即卖有一大片的花正在大开，色彩丰富，相当的美丽，真侪人去翕相打卡。 这大片的花海，互大家看到心情超轻松。这就伫咧雾峰五福社区的后溪底土地公庙附近，大约20公顷农田，伫咧今年万冬收割进前，农会提供景气来这下。那个花真的很漂亮，然后也有那个小蜜蜂啊、蝴蝶，对，来这边拍照很开心。 今年除了五花十绣的花蕊，农友嘛特别伫咧田内底也粉红仔色的娇美景致，花蕊随微风跳恰恰，上真侪民众来这散步行道。今年这个红树桥卖当中也差不多7甲外地，伊扩大来也，感觉到感觉到也起嘛，效果袂歹。民众翕相姿势爆款，美丽花海亲像倒花，邀请民众互行来这实施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